继续要来讲疫情较严重咯，边境来解封，想要出国游览，会当把握到4月到6月来买这个机票，像亚洲线。 日本、韩国甲泰国，因为航班增加、人力补齐，机票拢溜溜落降。在日本平均是属2000到3000块，韩国甲泰国属1000到1500块。若要参加旅行团到韩国上会好，因为4月到6月是韩国旅游的小月，团费是降真多。也毋过日本甲泰国因为带名甲交通费拢来起价，所以这个费用并无明显来落降。 想要出国去佚佗，讲有机会买到较俗的机票，专家估计到第2季，以亚洲线来讲，日本当今传统的航空会为一般的价小13000块变成10000块，属3000；联航的一般的价小是为6000变成4000，属2000。本来就慢慢降价，韩国的机票，传统航空会为9500降到8500，联航买为6000块降到5000块。 泰国传统的航空一般的价小差不多是9000块，联航是5000块。第2季会属差不多1500块。传统的航空的底价差不多是7500块，联航是差不多3500块。以日本来说，地勤跟机场的量能其实都已经上来了，那航班也很明显的比第1季多上非常的多，所以机票呢一定会再往下降。我个人是觉得第3季跟第2季会差不多的状况，不会差异太多。 想要带团去韩国游览，伫第2季出发会使搁加省挂，甚至有旅行社开出去韩国佚佗5天，一个人较免8000块。品保协会嘛估计韩国第2季的团费会比头1季俗差不多2成。以我们团体旅游来说，除了机票以外，那还包括了餐食，还有当地的住宿，还有当地旅游的交通，比如说这种大巴之类的。那这个在疫后来说，日韩泰其实这3个点的其他的成本都有调涨。航空市场已经有较景气啊，不过包括交通、饭店，拢比疫情前搁较贵。咱的乡亲只要把机票落价时加做比较，安尼出国去游览，就当加省过啊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